美国第日昨昏宣布买卖军事武器给台湾，却引起中国的不满。今仔日就派出歼16无人机等各种的飞行机，有22座呢，其中13座飞入到咱台湾的应变区内，加上有5架的中国军舰执行联合舰备警巡，制造台海非常紧张的情势。这国军也派出着军机、军舰，也有飞弹系统，随时在监控。 美国宣布为台湾5亿美金的 IRST 级舱强化 F-16V 的紧急能力，对着收查强军稳重的战机有帮助，达到中共敏感的神经。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派出歼16、轰6，也有苏凯30、空警500以及无人机，总共22架次。其中13架次进入咱应变区，加上5架强舰配合执行联合舰备警巡，调降制造台海情势紧张。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 严密掌握共军动态，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监控应处。同一天，共军 TB001无人机、BZK005无人机双双飞过海峡中线，支援伫咱方东北空域。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分析，共军无人机侵略变常态，结合电子侦察舰收集情报。第一是进行战场经营，第二是必须空军陷入消耗战。它留空时间久，收集的资料就多。 那我们没有无人机这方面的应对，那就靠有人机。那有人机对无人机，那你不是上司对下司，你的成本，你的这个 CP 值很低耶，你付出的多。美国为咱66架 F-16V 战机提升咱空防实力，AD2026年战术高机。不过，美台商会会长汉鲁伯讲，拜登政府不考虑以无符合无对等的作战为理由取消军购案。虽然美国国务院无证实，不过专家讲，拜登政府可能经有检讨前朝政府的政策，改变新政府的对台政治态度。上一任的总统川普他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做一个反击的动作，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拜登总统故意借由这个我们叫放风声的消息让台湾方面更加紧张然后加速我们相关 F-16战机的采购。但国民指出，伫美方买卖 F-35的情形下 ，F-16V 显然是对台湾上好的方案。尤其军售案达到2472亿，咱方也是共同投资研发 F-16V， 这个相关软硬体开发的伙伴。那拜登政府费用恐将付出真大的代价，加上法律上伤困难，才无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